这时，咱来共读上帝的话。今日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2章20节到28节。伫节期中，到耶路撒冷礼拜的人中间有一寡希腊人，因来见加利利的伯赛大的人腓力，要求伊讲：先生，阮想要见耶稣。腓力去甲安德烈讲，两个人做伙去甲耶稣讲。耶稣讲：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已经到了。我心中甲恁讲，一粒麦啊，无落伫土里死，有原是一粒；如果死，会当结出侪侪粒来。迄个爱惜家己性命的，要丧失性命；愿意牺牲家己伫这个世上的性命的，反倒转要保存性命到伫永远。什么人要侍奉我，就来跟对我。我去倒位，我的仆人也爱去倒位。迄个侍奉我的人，我爸一定重用伊。现在我心内忧愁，我应该讲什么好呢？我该求爸救我脱离这个时刻吗？但是我正是为着这来的，爱经历这个苦难的时刻。爸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迄时有声音对天顶落来讲：我已经荣耀我的名，也要搁荣耀。今日蔡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一粒麦啊得荣耀的时刻，请恭敬来领受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是过活节，过活是主耶稣一个重大的胜利，也是咱盼望的来源。伫今日普世教会拢咧庆祝过活节。过活对咱所有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讲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拄啊，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，基督若无过活，恁的信仰就是幻想，恁永远迷失伫罪中间。那安尼讲，死去的基督徒就拢算是灭亡。如果咱信基督的人，只有伫今生有盼望，咱就比世间任何人更较可怜。所以若无过活，咱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上界可怜的，因为咱怀抱一个梦想，这梦想若破灭，比无梦想的人更较悲惨。但是感谢主，确实有过活，咱拢是有盼望的人。但是咱拢爱理解。无论是人、代志还是物件，如果若无不断去更新，一定会衰败。这刻嘛是相反，咱逐当拢咧过即个过活节。如果咱若无一再去思考过活节所带来的意义，咱的信仰也会诚做形式化，诚做麻痹。所以今日牧师要用所读的经文，甲大家做伙来思考一粒麦啊。得荣耀的时刻，这个题目，互上帝话来更新咱的眼光，来思考上帝互咱这个上界好的礼物。要领受上帝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神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，搁一遍，互阮聚集伫你的面前，要来迎接你的话。恳求主，你的话，请做阮生命的帮助，会当来更新改变。阮的性命，互阮你所赏赐阮的这个活命，会当真正来荣光你的名。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今日看这段经文的时阵，咱看一开始有提起到有一群希腊人，因要来见耶稣。希腊人因是外邦人，因期待透过腓力甲安德烈。来求见耶稣，因为什么要来找耶稣？圣经中间无讲，但是真有可能是出自对耶稣的好奇，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另外一个原因。咱来知影这个人的背景，其实这个外邦人因对伫家己的异教信仰，可能感觉真失望，所以因就转往来犹太教追求上帝。因为因看见犹太人的信仰比因较圣洁，
所以因期待对这信仰中间去追求生命意义。但当因甲当时的犹太教接触了，因发现迄个时阵的犹太教本身完全落伫这个形式化的中间，甲因所期待的完全无共款，所以因真失望。但是在因伫因的失望的中间，因听见到耶稣所讲的、所做的这代志，甲其他的经学教师是完全无共款，所以因就透过腓力甲安德烈来找耶稣，望去找到因生命中间感觉上界重要的代志，就是生命意义甲价值。因来见耶稣的时阵，耶稣当然知影因的目的，所以耶稣甲因一见面，知影因要追求生命意义甲价值，伊就讲出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。伫这个经文一开始，耶稣安尼讲，伊讲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已经到了。伫这约翰福音书中间吼，咱时常看见到耶稣会讲这个时啦，这个刻，吼，比如伊常常讲这时还未到，啊，即嘛讲这个时刻已经到。伊对这句话来切入来说明生命的意义甲目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什么对你来讲是荣耀的时刻？什么对咱来讲是荣耀的时刻？那对着一寡学生来讲，可能是金榜题名的时阵，考试考了真好，就是伊的荣耀时刻。啊，那对一个运动选手来讲，伊经过真努力的操练训练，当迄个得到迄个金牌、即个奖赏的时阵，就是伊荣耀的时刻。有真侪演艺人员导演，当因得到迄个奖项、影展的奖项的时阵，就是伊的荣耀的时刻。那对一个科学家来讲，若通得到诺贝尔奖，这可能是伊生命中间的荣耀时刻。对一个军人、一个征战的将军来讲，当伊率领的军队会当凯旋胜利，佮倒转来伊国家的时阵，就是伊上界荣耀的时刻。做一个民意代表，还是讲政治家，当伊高票当选，还是讲伊施行的政策有成果的时阵，就是伊得荣耀的时刻。但是耶稣这个时阵讲，人子就是伊自己本身得荣耀的时刻已经到了。曲折甲遮个人所讲的、所想的，就是讲甲咱所想的完全无共款。伊所讲的是一粒麦仔的真理。一粒麦仔上界大的荣耀是啥物？咱做伙来看。耶稣讲，一粒麦仔若无落伫土里死，犹原是一粒；如果若死，就会结出真侪粒出来。伊讲安尼到底是啥物款的意思？伫伊的譬如中间咱看见着两个情景。第一个情景就是，即粒麦仔照顾即粒麦仔的人。真细腻的照顾伊，将即个麦仔伊的外表的这个杂质拢来除掉，将垃圾的所在来用互清气，可能珍惜即个麦仔的人，伊用真宝贵的手巾的布来包起来，放伫一个真水的宝盒中间。但是咱知，即个麦仔10担、20担、30担了后，即个麦仔犹原是一粒麦仔，这是。这个比如的第一个情景，第二个情景是，这个麦仔落伫一个做事人的手，伊将这粒麦仔种伫一个搁冷搁湿的土内，然后将迄个真臭的肥料压伫这个麦仔顶面，然后搁用土台抬起来，台按起来，扛起来，然后。用这污秽的土放伫顶面，互伊真大压迫。但是过一段时间了，这粒麦仔就开始变异，而且搁伫这做事人的照顾下面，这粒麦仔就渐渐长大，到尾仔伊就结出真侪粒的麦仔出来，就是结出这个麦穗出来。但是到这还未停止。当这个做事人，佮将这种子一粒一粒，佮种伫这个土里，
搁来压肥来照顾，然后有一天，当你徛伫即个卖园的中间，可能是伫即个黄昏时、下昏时，日头照过，咱会看出即片麦仔园会发出金黄色的亮光。即个时阵，咱就看见即粒麦仔伊的可能性。当即个麦园被收成了，就被做真侪的面粉、麦仔粉了，做真侪的饼，互真侪人得到饱足。毋是干那安尼尔，即做事人佮继续将一粒一粒的麦仔种子，佮种伫即片土里。第二冬，佮收成济济，佮互真侪人得到饱足。所以耶稣伫即个一粒麦仔的比喻的时阵，伊讲出即两个情景。其实伊是咧讲伊家己本身，伊就是迄粒麦仔。伫耶稣基督伊的心内，嘛为伊的人生看出两种的情景。伫个头前有两条无共款的路。第一条路，就是伊选择回头倒转去，回去家己的故乡。伫遐可能伊继续做木工，伊会当娶某生囝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但是历史上的记载讲，有一个人叫做耶稣，伊是做木的，伊有一个美满的家庭。嘛有可能伊将伊的门徒拢带转去，组一个党派，伊会成做一个真伟大的宗教领袖，亲像其他宗教的领袖相款，伊会伫历史上被记录落来。伊是一个真伟大的老师，但是咱知历史上未记载伊是基督，伊是救主。第二条路是耶稣基督选择往前去，行往十字架。当伊顶伫十字架顶的时阵，伊需要经历凌辱，经历苦难，伊需要为着正人死，但是伊会当赢往迄个去活的生命，而且互真侪罪人得到拯救，伊带来上帝仁爱甲公义。这是耶稣所面对的第二条路。就咱所知，耶稣是选择第二种选择。伊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？因为伊非常明白人的生命的意义。所以接下咱看见着耶稣伊安尼讲，伊讲迄个疼惜家己性命，要丧失性命，愿意牺牲家己伫即世间的性命，反倒转要保存即个性命到永远活。而且咱看到一个伟大的历史，是一个真正的福音信息。伫即个信息咧教示咱安怎去使用咱的性命。其实一粒麦仔落伫土里死，毋是只讲即个麦仔内在所蕴含的生命的死，是咧指包伫即个麦仔外在迄个外壳的死。因为咱若外壳，咱若无即个麦仔无死，外壳保持完整，伊袂当生出真济麦仔出来，伊有完是一粒。但是如果即个外壳被破碎、被消失，即个新的生命，因为伊内含伫内底有一种真大的生命力，会当生出真济麦仔出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伫世间的生命就是即个麦仔的外壳。咱受到真济，咱所追求的物件所包围，所以致到咱无法度结出真济麦仔出来。耶稣讲，迄个疼惜家己性命的，要丧失性命；愿意牺牲家己伫即世间的性命，反倒转要保存即个性命到永远活。耶稣对咱讲，咱的性命有两种运用的方法，所产生的结果嘛两种。第一种就是咱军队即个世界，咱照即世界所予咱的价值观、生命铁盒来运用咱的性命。今日世界中间所教示的这个价值观，就是教示咱去用尽咱的生命去追求遐会消失的物件。
所以耶稣对咱讲：如果你若照着即种的生命哲学，你照着即款的价值观，你会失去一切。敢是安尼啊？咱若咱所追求的物件，即世间的名利、财富、地位，有一天拢会因为咱肉体的性命消失，来离开咱。真正的性命、永远的性命，会因为咱追求这物件，对咱的手中走去。检测咱会得到即世间一切物质上的丰盛，群众甲咱拍扑啊，全世界咱认可。但是如果你若照即款的款式去活，最后啥物嘢拢会无去，最后甚至连你内在的性命也会消失。但是耶稣甲咱讲，有另外一种方式，就是咱会当用咱的性命投资伫永远的物件，咱会当选择暂时忍受苦痛，将这个外在这外壳来破碎，咱这短暂有限的性命，咱来奉献伫上帝的工作顶面。安尼，迄个蕴含伫壳内底的性命，得当活出迄个更活的能力，帮助咱赢取迄个永远活的活命。咱在座有真侪，伫即个经济投资顶面真在行的兄弟姊妹，咱拢知影经济学甲是咱投资的方法，就是爱咱将咱所拥有的资产投资伫一个更加宝贵的目的下面，互伊产生更较大影响、更较大的成果，安尼才算会好。耶稣甲咱讲一个真理，爱用上帝互咱上界宝贵的物件，就是咱的性命，去换出迄个更较宝贵，就是永远的活命。所以咱明白，生命的价值是在伫得到永远的活命。生命上界大的荣耀，就是咱亲像一条麦仔，愿意死。就当结出真济麦仔出来，造成大影响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受伊影响的人，爱思考安怎去回应耶稣基督的教示。咱接续来看，伫这段经文中间，耶稣安尼讲：什么人要侍奉我，就爱伫跟对我。我伫倒落，我的奴仆也要伫倒落。迄侍奉我的人，我的爸一定重用伊。伫遮，耶稣基督用一条麦仔的比喻，对咱讲：这条麦仔毋是干那咧象征伊尔呢，也是象征每一个军队伊的人。主耶稣基督伫这个时刻呼召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愿意军队耶稣基督的人，成做后一条麦仔。主耶稣基督，伊毋干那安尼教示咱，伊也亲身示范安怎成就这件美好的事。主耶稣基督用伊的性命教示咱安怎突破迄个外壳，做一个会当结出济麦仔的基督徒。伊教示，伊教示就是咱爱死伫十字架顶。圣经中间安尼讲，伊讲耶稣基督摒空家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专心顺服，直到死，而且是死伫十字架顶。耶稣基督对咱讲，要得到个活的活命，咱旧的生命爱生死，就是甲主耶稣基督相款钉伫十字架顶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在座有真侪人，咱过去可能有犯了真侪错误，所以咱被称作是罪人。如果每一个罪人愿意将咱旧的咱钉死伫十字架顶，将咱旧的外壳来去除掉，钉死伫十字架顶，安尼咱会当活出迄个新的生命。检测有的人讲，牧师啊，安尼太困难了，这是耶稣基督做会到，我敢做会到？其实，咱来理解，主耶稣基督，伊伫迄个赢子荣耀时刻的时阵，伊心中嘛有真大的挣扎，所以伊伫赢子这荣耀的过程中间，伊心内有真大的挣扎。所以这段经文的后壁面，咱看27节，伊安尼讲：
伊讲现主是我心内忧愁烦恼，我应该讲什么好呢？我应该求我的爸救我脱离这个时刻。伊心中有挣扎，伊嘛想要回头转去，但是伊知，伊讲我来这世间，就是为着安尼来，要经历苦难的时刻。所以伊伫这个时阵做一个祈祷，伊讲爸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亲像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同款，咱拄则圣歌队有吟这段的诗歌。耶稣求天父上帝弃除了伊面前的苦杯，但是伊最后明白，要除掉苦杯上介好的方法，就是将苦杯啉落去。咱的生命嘛是同款，要赢至迄个国我的永远我，要除掉迄个外壳。这世间追求的物件，确实是无简单的代志。要经历甲主同定死伫十字架顶，毋是凭咱家己的拍拼就当得到的，是爱互咱完全顺服伫主内面，互圣神伫咱生命中间同工，互咱欢喜接受上帝互咱的环境甲挑战。亲像麦仔待伫即个土内底的时阵，爱受到湿度、温度、压力，这物件帮助咱会当破除咱的外壳。当咱外壳破裂了，咱内在生命所蕴含的迄个生命力，就突破所带的即个土，不易成长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伫过活这个时阵，咱爱认真去思考。到底是什么事物，互咱的生命的外壳哪来哪到？求圣神帮助咱将伊除掉，深信咱将旧的咱，甲耶稣基督同顶伫十字架顶，咱当得到迄个极大的荣耀，就是永远我生命的冠冕。最后，亲像上帝回应耶稣基督的话，伊讲：我已经荣耀我的名，搁要再荣耀。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伫世间，伊所做，伊的传道，伊的行神力，伊的医病赶鬼，得到荣耀。但是伫这个重要的时刻，伊爱主耶稣基督行十字架顶，透过伊的死甲荣耀的国我，互上帝得到荣耀。咱也爱用咱的生命来荣耀上帝。当咱愿意突破咱生命中间所困着力的束缚，咱会当赢取迄个荣耀的时刻。愿上帝帮助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透过你的话，阮搁一遍得到帮助。主，求恁帮助阮，将阮生命中间即个外壳，就是捆绑阮生命一切，互阮烦恼的事，拢除掉，互阮会当自行看伫主耶稣基督互阮的典范，将旧的阮钉死伫十字架顶，开始一个搁我的新生命。求主帮助阮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